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7月14日 AM 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美国前总统 Trump 让人家开枪，除了 Trump 这边耳仔受伤以外，包括嫌犯在内2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FBI 今麦已经介入调查。台北市一个幼儿园教保员涉嫌对囡仔骹来手来，佮加性侵。调查时，这个6个人搁留伫校园。教育局讲，目前已经加停职撤销许可。税收电子的新制明仔开始实施，规定用几度电就要算几度的钱。厝头家若准加收钱，掠到上济会罚30万。好，咱要先来关心的是美国时间7月13日的时阵，前总统 Trump 伫个宾州咧做事时，雄雄互一个20岁的少年人家开枪。这个枪支是更过伊正边的耳仔，凶手当场互人家枪杀。这个意外除了 Trump 以外，现场的支持者是有1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FBI 今麦已经介入调查。Take a look at what happened. 话也未讲完，现场响起枪声。美国前总统川普表情痛苦地望着耳仔，面伫讲台下边。德庆警员冲去台顶，现场做势活动的支持者嘛惊吓哭落，开始大叫。When you're ready, on you. Ready, move, up, move. 美国当地13，川普伫宾州进行造势活动的时阵，雄雄受到枪击，造成正边的耳仔受伤。在德庆警员掩护之下，川普真侪届向民众压拳头，发着战斗安踏现场真实，嘛互现场响起欢呼声。这个枪击造成现场1名支持者死亡，另外2个人重伤。初步调查，嫌犯是宾州当地居民克鲁克斯，今年才20岁，伊秘列超过德庆局设立的安全范围，差不多100公尺以外的建筑厝顶。用半自动的步枪向川普开枪，事发了后，嫌犯嘛互德庆警员当场断死。He had a rifle. We could clearly see him with a rifle. I'm standing there pointing at him for, 2-3 minutes. Secret Service is looking at us from the top of the barn. I'm pointing at that roof, just standing there like this. And next thing you know, 5 shots ring out. 川普受到枪击消息，真紧传出去，各国媒体包括 NHK 日本放送协会和联社、中国央视、澳洲天空新闻拢有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接到消息了后，嘛召开记者会，表示无允准暴力行为。There's no place in America for this kind of violence. It's sick. It's sick. It'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we have to unite this country. We cannot allow for this to be happening. 各国领袖甲政治人士，包括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澳洲总理艾班尼斯等等，拢公开表达慰问甲支持，嘛谴责政治暴力行为。川普伫送病医治疗了后，马上伫社群媒体发文，表示正病的耳仔互断着，感谢德庆警员反应真紧，嘛向一位死伤的支持者家属表示哀悼。虽然耳仔受伤，伊嘛照原本的计划出席15到18共和党全国大会。而 FBI 认定这是暗杀无成功的案件，已经介入调查。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好，咱看到这 Trump 拄到意外，全球拢带一条，咱的总统赖清德，就随伫个网络大文，希望 Trump 会当赶紧好起来。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也随敲电话互 AIT 的处长郭立贤，请伊来转达咱台湾的慰问。也那 Trump 这场案件也互人想到20年前淡水边前总统的枪击案。2004年3月19日，咱国第11届总统大选前一天，竞选连任的陈水扁甲副手李秀莲伫台南拜票，炮仔城中起用2粒枪支击着陈水扁的腹肚着枪。20年后竞选总统的川普，嘛伫造势活动的时阵互攻击，互陈水扁感觉真意外。真的非常的震惊。宾州也可以说是美国的民主圣地，所以有很多的巧合，嘛爱互咱特别爱小心。美国会发生，咱台湾，咱嘛得爱小心。除了319枪击案，伫大选期间，另外一个互证人意外的政党枪击案是2010年11月26日，五岛选举的前一暝，连胜文上台助选的时阵，去互嫌犯林政伟正近的距离枪击头部，当时现场有一个姓黄的民众的头去互榴弹击着，送医救无转来。另外，2002年11月16日，台北市议员陈正奇出席喜宴进前，去互匪徒正近的距离开3枪死亡。即马川普拄着攻击，全球拢真意外。总统赖清德随伫社群
新平台出声，希望川普早一日康复，并强调伫民主国家无度接受任何形式的政治暴力。外交部长林佳龙嘛第一时间敲予 AIT 处长郭立言来转达。国民党是透过驻美代表处转达慰问甲关心，各界嘛关心美国总统大选敢会因为安尼受影响。对川普当然它有短多的效益，但这短多的效益是否可以维持4个月？其实真正的一个竞选活动是一般都是从9月才开始，主要还是要看这2位候选人本身他的一个表现。学者分析，川普受伤了后，也是手握权力活跃的形象，短期内会互共和党声势大起。不过美国选举11月7号才上场，将近4个月时间变数也真多，无法度直接论断结果会如何。记者综合报道。好，继续来关心咱国内台南市区这议会理事长林树杰的枪杀案。顶日啊，伫高雄是掠到一个姓张的男性，也毋过因为证据无够，所以已经放人。另外，这警方阁有找到捌是林树杰身边的人，也毋过目前也无伊涉案的证据。这桩案件也未结束，结果昨昏伫台南的安平阁发生另外一桩枪案，加在是无人受伤。命案发生1礼拜，台南警方掠人的脚步无停，毋过日前伫高雄林武所掠到的张姓男子，从认定无够明确的事情来证明伊牵涉着案件，限制带机出境出海了后，放放回去。警方嘛，搁再掠到捌是死者身边的嫌疑人，外传有可能是透过着死者名义伫外口生事，才会引起着这个命案。目前这个部分还没有查到啦，目前还没有查到，目前也还未接获到这方面的一个情资啦，但是并不排除可能性。警方表示无证据来佐证着传闻，但是任何可能因拢无排除，只是这个枪杀的命案也未侦破。13号暗头，台南市安平区又搁发生着枪案，过程嫌犯摕着改造的枪，向着徛家来开枪，铁门互大出一空，警方伫现场找着枪壳，还有枪头一粒，加在无造成伤亡。郭姓嫌犯因债务纠纷，日前遭殴打成伤，因心生不满而持枪至现场开枪。初步调查，本案与日前林姓男子遭枪击案无关。台南警方表示，安平这案是债务纠纷所引发，初步已经排除甲命案有关。不过，议会理事长的命案还未破，又搁出现新的枪案，嘛，互民众会当讲是真烦恼。记者王柳婷、明昭款个报道。台北市一个幼龄园的教保员伫2022到2023年期间，涉嫌对囡仔骹来手来，而且搁甲伊性侵。调查的时阵，这个教保员甚至搁留伫校园内底。教育局是解释讲，接到通报，确认了后，就随甲这个教保员甲停职，而且撤销许可。也那社会局是讲会跨部会来追查。老师有摸他屁股这件事情的时候。妈妈伫3月时讲到查某囝8号幼儿园教保员不当对待，是感觉真毋甘。这个加害者是某一个幼儿园园长的后生。2022年到2023年期间，涉嫌不当去摸囡仔私密的所在。后来，几摆搜查，也找到超过600部私密的影像，大约有20个囡仔受害。2022年接到通报，却迟到2023年的7月才正式成立调查小组。这位老师在被调查当中，园方没有停职，导致于这段期间发生更多的悲剧。2022年7月，就家长提告胜诉了，延过幼儿园稳状，继续予这个涉案的教保员来任职，造成受害的这个囡仔人数增加。2023年7月，互关押了后才离职。后来，佫发现，身为加害者老母的园长，除了涉嫌包庇，也疑似用员工的名，伫今年5月成立新的托婴中心。市议员甲外界拢质疑，市府无伫第一时间脱线来处理。我们联合稽查，不让园长或负责人有任何借壳上市的一个空间，向中央来提出修法的一个意见，订定一个负责人身份的限制。112年7月接获通报，再立即确认许可，处以停职、撤销设立许可，并裁处终身不得任职。相关处理严当的指控跟事实是完全背离。学龄前的这个幼儿园阶段性平的案件的时候，应该去比照国小以上纳入由性平委员会来进行调查。政府机关可以找媒体工会的相关代表，集体事件的曝光上面，我们可以报道到什么程度？报道上面的一个框架。市府强调无拖延处理。
中国司法的幼儿园所在已经换做其他幼儿园啊。社福团体呼吁，和性平法的调查机制会使扩大到下令进前，也若离校权法对着媒体报道的规范，也应该有所来调整，才法度协助相关事件的监督甲有劲。记者综合报道。好在天气真热，热昨有囡仔伫乌山头水库的清水公园咧耍水的时阵，煞熊熊互人弹过来的泉水枪去牵着伊的下头舔过来针。家长就跳出来质疑讲，这清水公园无救生员。也若乌山头水库是来回应讲，这个水的深度是15至30公分，所以依法是唔免救生员的。头毛变开，正边下头有一个伤痕，互家长真唔甘。无清楚是哪清水公园会落水呛落来，击到囡仔下头，互伊舔几落针。因为我们在装那个水降水，然后一抬头，我的那个头就已经头破血流。其他家长是看到那个小男生打到人就绕跑。蔡小姐讲，礼拜六下晡带囡仔去乌山头清水公园佚佗，5岁大查某囝熊熊蒙头化疼，有人看到别个家长叫囡仔为悬悬的所在淡水呛落来水池啊，不过伊着急甲囡仔送医，无时间确认。除了报案，敢来当地面册大门找人。啊，不过伊嘛质疑现场无救生员，工作人员的态度佫无好。没有救生员，没看到啊。如果有当下有的话，大家都来，就救生员就来了啊。最近天气炎热，游客真的是很多，发生一些肢体的碰撞，有需要协助的地方，就麻烦各位马上跟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做一个反应。主管机关根据民众提供的时间调阅监视器，拢无找到可疑的对象，甚至民众质疑无救生员这件代志。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分处是回应，现场是15至30公分深的清水公园，依法无需要配置救生员。不过园区内有3至4个安全巡护人员伫巡，若是有突发状况还是需求，会当随时请求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日本战略研究论坛举办台海危机的兵棋推演，要来讨论咱台湾甲周围的国家是要安怎来应付中国愈来愈嚣摆的行动。这也是第一届是邀请到咱台湾的立委来参加。也若今年咱的汉光演习也传出会伫个迫害地区附近的这个捷运站进行测验。学者专家、国会议员做伙探讨台海危机的想法。日本智库日本战略研究论坛所主办的第4届台海危机兵棋推演，台美日三方组织伫个台湾甲周边邻国，要安怎应应？因为中国伫法律也无法度处理的行动威胁。今年阁头一届邀请台湾国会议员来参与。让我们能够有能力，包含国会议员还有这个军方他们的日本人，这个自卫队都有前官员参与。那么对台湾未来的两岸安全有什么重要？同款互人邀请的立委郭国文是期待台日中间会当透过海巡单位签署 MOU， 加强第一岛链边线的防御。台海局势紧张，月底要登场的汉光40号演习传出反渗透操演，可能会伫晚近迫害地区的捷运站进行。模拟敌军劫持民众，想要占领台北车站。去年汉光就伫重要的大众运输、重要的要道演练。专家是分析，亲像小南门捷运站、台北医捷运站，这拢有可能是这届模拟的区域。主要原因就是交通要道绝对是攻守双方要争锋的焦点。重要的交通枢纽站或者说比较靠近，比如说司法院或官邸或总统附近的捷运站，当然会形成攻守双方的侦防交界。小股的部队潜入，这个时候呢，要遂行宪兵部队可能要遂行攻坚任务。除了交通要道是敌我攻守的要地，关键基础设施也是防卫重点。未了工业区会纳入今年汉光扩大办理演训的区域，要防止国家重要战略物资伫战争的时阵去互敌军优先破坏。记者综合报道。国会这款法伫进入实现了后，那这个电影是持续伫各县市的宣讲。咱的总统赖清德就呼吁大家爱来尊重大法官的裁决，也毋过在野党煞批评讲，这就是咧威胁。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是表示讲，这个宪法法庭也有大法官的裁决是最后一道线，所以任何人拢应该爱尊重。咱的电影伫各县市进行国会这款法案的宣讲，因为民进党认为有危险疑虑，宪法法庭释宪庭事当伫进行。本身是释宪申请人之一的总统赖清德13出席民进党国务卿活动，用棒球赛譬如释宪案，爱各党尊重大法官的判定。裁判
的判决，你球队不认同的话，裁判是可以把总教练罚出场。如果今天政党没有接受大法官会议的解释，会发生什么情况？人民会有嘘声的。青鸟会飞出来。不过，赖清德安尼讲，在野党批评是伫鼓励民众，甚至是对大法官公开下指令，无助总统的管道。真的要问一下赖清德总统，请问他们是裁判吗？不用特别提青鸟啦，应该提人民啦。人民现在最关心的，每天发生这些枪击案、这些治安事件，每天发生这些诈骗事件，每天发生的这些贪污弊案。这些好像总统都不把它放在心中。宪法法庭还有大法官的一个宪法的一个裁决，我想这是宪法的最后一道这个防线。不管是任何人或者是任何一个政党，其实都应该尊重。民进党秘书长林右昌呼吁各界爱尊重宪法法定解释。若是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涉贪互人羁押2个月，民进党已停权3年处分。不过外界评估会冲击党内全大会派系权力改造，林右昌是回应，党内民主机制一向真完整，相信规个程序会当顺利圆满。记者综合报道。即摆已经是7月中旬，气象专家就表示讲，即礼拜开始，这风台可能就会一粒一粒安尼接续出现，而且因为受到反性影现象的影响，这风台结起来时阵，可能就会离咱台湾有较近。也若即几天台湾的天气要是热翕翕，过道都有西北风，所以提醒民众要注意天气的变动。伫南海热带扰动第13暗形成热带性低气压 TD-03， 目前向北北西进行。气象署无排除有发展成风台可能，不过往中南半岛过去的机会较大。结构并不是那么的扎实，那因为它是属于在一个大的低压带里面生成，所以整个环境都是一个低压的情况，那所以它的结构松散的情形，它需要一段时间的整合。气象署预测，未来一礼拜台湾的天气也是高温烧热，午后较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为主。为拜开始，午后雷阵雨会比礼拜更较明显、更激烈。温度方面，各地拢会有37度以上的高温机会，会一路热到拜四。气象专家分析，反适应现象所带来的高温天气形态，高海温搭配强烈的风切，这礼拜开始，环境场有利风台一个线一个形成。高温其实它是有利于环境水蒸气的蒸发，水蒸气的蒸发就是提供热带扰动生成一个最第一阶段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子，反射音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会有机会让比较靠近我们的这个海域发展成热带扰动，甚至于进一步形成为台风。专家分析，最近伫环境输流场的导引，风台形成了后，向西往海南岛也是广东过去的机会较大，对于台湾未有直接的影响。不过，进入风台较早形成的期间，都要加注意后续天气资讯。记者综合报道。税厝电钱的新制对明仔载开始要来实施啊，规定这电钱要以平均的计数为标准，用几度电就要算几度的钱。也毋过目前看起来，这双北市税厝的人拢总有4万外户，因的厝头家是无通报政府的。这个厝头家若准是加收电钱，其实是真恶查。双北市政府就强调讲，若准抓到厝头家上济会罚30万。为了改善这租厝电费乱划价乱上，内政部修正租厝电费规定，7月15开始，新办的租厝契约范本有3点的修正。厝头家收电费标准，每度不使超过电费单登记每度平均电价，也是登记电费总额。厝头家有提供电费资讯的义务，厝卡也会使家己向台电来查询这电费。不过，厝卡烦恼讲，就算新制实施，也不一定敢去申诉。可能就要看有没有相关的，就是保护像这种吹哨者的措施。觉得忍个1-2年不想要跟房东闹翻的话，可能就不会去投诉，对，会不敢投诉。怎么可能大家都乖乖收台电的费用？就像之前那个租屋补助啊，有很多人去申请了，可是其实会被房东刁难。
根据统计，新北大约有10万户租厝的需求，经过申报大约是6万5千户，台北市大约5万9千户租厝需求，经过申报大约是5万3千户，显示新北大约有3万5千户，台北市有6千户的租厝可能无互政府来掌握。另外，来考察这厝头家是不是有较新济来收电费，依然是条件。租赁案件有哪方面的争议，只要是涉及到是契约的部分，我们都会全部做稽查，无论它是不是电费上的争议，任何争议我们都会做契约的查核。透过受理民众申诉、检举、办理常态及临时性业务检查，并对学生租屋进行访视等管道来加强租赁契约的查核。双北地政局拢强调会加强来宣导新制，也主动来稽查，那厝头家超收这电费，相当会使罚30万。电费的东西包含了可能是水费你不用缴，第四台不用缴，网路费不用缴，那我全部都包裹在费用里面。那现在可能就把所有的费用清楚的明白这些的费用是怎么产生的。自租长建议政府应该推动分离扣税，让厝头家较要甲厝租出去，莫稳重厝租出去的事实，让租厝市场执行更加透明化，慢慢来改善乱象，也是同时维护厝头家甲厝客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嘉义的新港自1994年甲日本飞岛市的古川町来进行第一届社区交流了后，这30年来一直拢有互动。今年拄好是咱台湾社区营造30周年，所以新港文教基金会是来结合在地艺术文化，邀请到古川籍的表演团体来到台湾，嘛，互咱的民众了解到日本的传统文化。面线伫破几个碟内底对水流落来，第一届体验来自日本的流水素面，民众拢感觉真新鲜。很新奇啊，很特别，然后觉得刚刚家己伫日本呢。除了食食的文化，还有日本建筑、生活或者是祭典的文化体验。新港文教基金会邀请日本岐阜县日田市做伙举办文化庆典活动。除了要庆祝台湾社区营造30周年，嘛希望借双边文化交流的机会，让民众来认捌多元的文化。日本的朋友来台湾做交流，咱嘛来甲交代，不管是对大人还是对囡仔来讲，拢是一个真好的欣赏别人的文化的一个体验，安尼。大家互相学习，互相成长。希望讲家故乡的物件文化会当愈来愈好，嘛有希望讲后一代慢慢佫甲咱这个文化佫再精进进步。这届合作当中，除了文化交流以外，新港乡公所嘛甲日本岐阜县日田市展开贸易交流。乡公所表示，为1994年到今，新港乡甲日田市的古川町已经互相交流30年。澳门透过更较密切的合作，学习日本文化传承的经验，嘛让新港在地文化会当走向国际。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后个月就是父亲节，在台北市立图书馆是来举办父亲节的亲子台语活动，除了用台语来讲和爸爸相关的绘本的故事，也鼓励老爸甲囡仔会当定定甲对方讲一声“我爱你”。阿公我爱你，阿公可以食饭。泡茶啦，食粿子。泡茶食粿子。泡茶食粿子。这两位古姐妹妹用活泼的囡仔声讲出来对阿公的爱。妹妹妈妈讲，伊细汉的时对老爸印象就是老爸真严肃，无想到讲自从伊教囡仔讲台语了后，原本甲囡仔无啥物话通讲的老爸，颠倒甲孙仔变甲足亲，嘛变甲足温柔。因为一开始我带转去厝的时阵，佫足细汉幼婴仔嘛，我就讲，敢袂讲较罕的看到阿公伊会紧张会惊，结果阿公一出声，我感觉讲因听有阿公讲声，因阿公讲台语，所以我感觉讲因就是甲阿公足亲的安尼。这是台北市立图书馆所举办的父亲节亲子台语活动，台语老师伫咧现场用活泼讲故的方式来引带小朋友用台语讲出对爸爸的爱。我今仔日有用一寡甲阿爸有关系的绘本吼，主要因为可能平常时阿爸工课足无用的吼，无时间通互囡仔甲阿爸去互相了解，所以今仔日会做这题目是互囡仔去甲阿爸参详，问伊阿爸你爱啥物物件。现场嘛来自母鸡家庭的王爸爸，伊嘛用鼓励的方式，希望伊的查某囝会当送伊一张用台语罗马字所写的父亲节卡片。你会家己做一张卡片送我啦吼 ，OK， 你要写台语罗马字哦 ，OK。写你对阿爸的爱，阿爸因为爱你。
哦，认真读册哦，吼 ，OK， 阿爸爱你。阿爸亲像山是侪人对阿爸印象，但是真侪老爸较袂晓甲爱讲出嘴，较罕咧用语言来表达对囡仔的疼惜。老师嘛鼓励囡仔甲父母之间会当常常甲我爱你讲出嘴，互对方知影。记者陈阿选林玉凯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如何？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7度到37度，中部地区是26度到36度，南部地区是26度到36度，东部地区27度到34度。外岛地区是27度到34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个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一根一根烧去啦，慢慢的烧，慢慢的烧安尼。